萨嘎达瓦就是藏文的一个名相啊，萨嘎是一个印度的名字，有点像这样啊。那达瓦是月，而且是这个农历的4月15号那天，有一个星星叫萨嘎，会出现在月亮的旁边，而且本身这个有28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星星，这是传统的天文的一个概念有关系的啊。所以因为这样，农历的4月15是以萨嘎为命名的啊，而且这样的月份叫萨嘎达瓦，然后中文翻译说再加一个月，就萨嘎达瓦月或者萨嘎月。而且那个萨嘎月的满月是大多数都是供人的释迦牟尼诞生日，再加上释迦牟尼佛成道涅槃的3个术士日都是萨嘎达瓦月的满月，所以整个月叫萨嘎达瓦月。藏传、汉传、南传的整个佛教体系里面，一年12个月当中，就这个月视为最重要的、最殊胜的日子。那我们为什么要庆祝佛诞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如果我身为一个佛弟子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我们的精神导师了啊，所以我们追随释迦牟尼佛，就是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和智慧。释迦牟尼佛本身他已经证得了觉悟，觉悟就是他已经完全这个了悟了这个生命或者这个宇宙或者整个的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他就是最究竟的开悟者，他拥有最圆满的智慧了。所以我们其实呢，相信三宝的人来讲的话呢，纪念佛其实也是纪念法，纪念他的精神。就说你就是离你最亲的一个人，或者你自己一年当中的生日是最重要的，情感上就是这样的，世俗的。但是你的精神修行和精神的修道来讲的话呢，那释迦牟尼佛的生日就是肯定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呢，释迦牟尼佛就是不单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教师，他的本身的这个理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和秩序和人类共同的一个智慧。公历的5月份的满月那一天，两个国都非常重视佛诞的，而且每年几乎举办，他们会专门举办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诞的庆祝的一个大会。像美国本身，美国这个国家不是佛教国家，但是每年美国的白宫里面也会举行佛诞的仪式，而且美国总统亲自会让全球的佛弟子会有这个圣诞的一些祝福的这种信函或演讲的。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回教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本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佛诞是他们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节日之一。佛陀和佛陀的精神已经超越了佛教徒的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嘛，应该要庆祝的嘛。再加上我们一个佛陀的教育和思想、佛法传播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庆祝的方式和有这种互动的像 party 一样的方式来庆祝佛诞的话呢，一般的很多普通人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节日，所以在对他们而言，就是也认识佛陀和佛法的很好的一个机会，也就是我们跟一般人、我们跟年轻人这个用佛法交流的很好的一个桥梁，所以我昨天在卡帕马的参加这个一个佛诞，在澳洲这边的。那就是有州议员、什么部长，他们也说的，他们虽然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觉得佛陀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人类、这个社会，佛陀和佛陀的教法是值得尊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师，而且他们都说是 very peacefully religion， 这都是我们对佛陀的教育和作为一个佛弟子自己对这个佛陀教法的一种关怀和这种传播的方式啊。那最好的庆祝方式是什么呢？这个问得非常好，不过呢，没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可以这么说。你看西藏传统的寺庙里面，他们可能会就是每天早上到晚上就是念经、诵经或念经或闭关，肯定是最好的方法。就像在我看到印度的一些西藏村那边，他们就是有一些开餐厅，经常是有肉食提供的，但是他们到了萨嘎达瓦月，他们整个月不提供肉食的，对他们来讲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庆祝方式。或者我昨天在那个线上也讲了，比如说你能不能这个月不吃肉，经常有吃肉的话，为了佛诞，为了这个素食月，这个月成为一个素食月，你能不能不吃肉？你做不到，可以初1到15可不可以？连这个也做不到，你初1和8是15这4天可不可以？对吧？或者你每天早上起来这1个月或者半个月至少，你能不能念达雅塔、嗡穆里穆里玛哈姆内刷这样的一个佛陀的心咒念108遍？这都是最好的庆祝方式，而且每个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但是另外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的诚心、慈悲心，根本佛陀教法的这个爱和慈悲、智慧的理念是一定要放在里面。那样的话呢，你现实上什么样的方式去庆祝都是最好的庆祝方式。